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3章平安节。若有人要献牛做平安祭，就对牛群的中间取一只无瑕疵的牛犅，也是牛母，甲伊牵来上主的面前。迄人就换手伫迄只牛的头壳顶，伫会幕的门口甲台。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，就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奉献的人就对平安祭的祭物，将北来甲伊顶面的油、2粒腰子甲因边仔的油，以及肝甲伊的梦西拢摕起来，用火烧献予上主。阿伦的子孙就甲这个下伫大年得烧得倒的柴顶面，甲烧化祭做伙烧做芳芳的祭物，献予上主。若有人要献羊做平安祭予上主，就对羊群的中间取一只无瑕疵的羊犅，也是羊母，甲伊牵来。迄人若要献绵羊仔，就牵来上主的面前，换手伫迄只羊仔的头壳顶，伫会幕的门口甲台。阿伦的子孙就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奉献的人就对平安祭的祭物取油，就是将马冬骨以下规只肥的马，北来甲伊顶面的油、2粒腰子甲伊边仔的油，以及肝甲伊的梦西拢摕起来，通做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。祭司就将这个下伫祭坛顶，用火烧做食物献予上主。若有人要献山羊做祭物，就牵来上主的面前，换手伫迄只山羊的头壳顶，伫会幕的门口甲台。阿伦的子孙就将血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奉献的人就将北来甲伊顶面的油、2粒腰子甲因边仔的油，以及肝甲伊的梦西拢摕起来，通做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。祭司就将这个下伫祭坛顶，用火烧做芳芳的食物。所有的油拢着归上主。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油甲血拢毋通食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